闻，品文化。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。呢度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。請鎖定 FM 87.8 AM 675，全天候為您服務。你覺得咩叫揾食啊？揾食艱難啊，揾得到先有得食噶。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。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。揾食未必艱難，揾食唔一定辛苦。聽揾食大灣區，一齊舒服揾自在食。星期一揾食大灣區準時開始嚇嘛！今日咧節目裏邊咧有黎佳喺度嘅，咁啊逢星期一咧就係我哋創業有得揮嘅板塊啊！聽個名都知啦，就會關注咧就係灣區嘅創業情況嚇，咁尤其咧就係青年創業嚇，咁我哋會揾到一啲正喺度創業之中，又或者係已經係創業成功嘅朋友咧，同我哋分享佢哋嘅故事啦、經歷啦同埋心得嘅。呢一個咧就係第一 part。